靈性工作者啦、療癒師，甚至一啲咧被稱為星際種子嘅人啦，或者係地球天使喺地球咧都曾經經歷過感到孤獨啦、憂鬱啦，覺得同呢度嘅人格格不入嘅感覺。喺靈性觀念裏邊咧，呢啲朋友咧喺訂立靈魂契約嘅時候咧，可能係一個極高頻啦、充滿愛啦同合一意識嘅狀態之下訂立嘅。原本咧就係嚟自充滿愛啦、好高頻率嘅震動嘅意識層次，而呢個層次咧就係你哋當時候訂立靈魂契約同埋選擇嚟到地球嘅初心啦。無論如何咧，當意識嚟到地球嘅時候咧，都係充滿挑戰噶噃。因為為咗進入呢個物質世界啦，你哋係需要將自己嘅振頻去調低，先至可以進入到人類媽咪嘅子宮，開始人類嘅一生。振頻調低咧本身係冇對同埋錯嘅，只不過係進入呢個身體裏邊啦，必須經歷嘅過程嚟嘅。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你就係已經喺一個充滿愛嘅環境裏邊生活，冇恐懼、冇分離嘅世界，當需要進入一個充滿限制嘅身體裏邊嘅時候咧，呢種感受可能俾你感覺到一個巨大嘅落差，會產生咗一種分離嘅感覺。而喺我哋出生嘅過程咧，亦都係好似一個衝擊咁樣。一啲高敏嘅靈魂啦，喺出生之後仲會留下深刻嘅印記添。然而咧，嚟到呢個現實嘅層次咧，你又唔記得咗最初你嚟到呢度嘅原因。但係就係因為遺忘咗，所以我哋先至會有重新想起嘅機會，重新活出你當初要簽訂制約嚟嘅勇氣同埋初心，揾返原本屬於自己嘅光。